刚才那个这讲的是这个什么明眼量啊，就明眼量。那么下面讲的是境界量，广大之智慧，圆如法心神，不可思议境，前出诸增也，具尽所之果啊，就它也是从那个因啊，就是体和因，还有这个作用和果，就是4个方面来进行学说的进行宣说的。那么这个境界量的它的这个本体是什么样呢？就是本体呢，就是广大的智慧，也就是说呢，就是对于这个广大的这个所知啊，无期的这个了知，就是无期的这样的这种幽尽啊，就幽尽智慧。也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诸佛菩萨呢，就是在何德面前何德当中所得到的这种尽所的这种智慧，他这种智慧呢，就是对广大的所知界当中呢，一般凡夫人根本不能了解的很多的东西呢，就是他会了解的。就像我们有了这个天眼的话呢，我们凡夫人就根本看不见的东西呢，就是有天眼的人呢，他看见了；有宿命通的人呢，就他对前世后世啊很多东西呢，就是能看得见的。就是说，还有一些有特殊的一些境界量的人的话呢，他对整个世界当中的这个贵事呢，就是全部都让这个见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些智慧呢，就是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这个分别量，对广大的这个所知界呢，就是有无极的这个认识，这些实实在在这个存在的。就像那个弗罗那这个尊者，他看见那个水里面有无量的这个众生，这些都是以他的这种这个这种这个天眼呢，就是能这个照见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就是它的这个本体呢，是对这个广大这个所知呢，就是无期的一种这个智慧。然后它的这样的这个因呢，就刚才金建良的这个因是依靠什么样的得来的呢？作为这个神者的话呢，就是入了这个根本慧定，然后就远离一切习乱的这种境界当中安住，最后呢，就是出定的时候，对整个世间的这个万事万物呢，就是全部了如指掌，就是这是对这个神者来讲的。然后对这个凡夫者来讲呢，通过自己的这个文思修行呢，然后以中相的这个方式呢，基本上是了知就是一切万法的一些这个也是这个清净的真相啊。就不管怎么样呢，凡是我们世间当中根本无法想象的很多的密眼的这些法相呢，就是依靠境界量来是知道的。比如说一个位置上呢，就是有无数的这个刹土和无数的如来，或者是一个刹那间当中呢，就是可以未来过去的千百万劫呢，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个一个刹那当中啊。像诸如此类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佛的不可思议的这些智慧啊、功德啊等等等，世间当中的万事万物的这些这个奥秘，就是这些呢，就是依靠境界量来就是可以这个了知的。所以说呢，就是境界量的这个因呢，就是主要是这个根本慧定啊。就是一般我们凡夫人的话呢，现在都是有境界量，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是呢，我们好好的这个文思修行的这个中观呢，或者是一些这个密法的这些人呢，虽然没有真正的天眼通开了，但是呢，世间的这个新的奥秘啊，或者说是世间的这个一切万法的真正的这个真相呢，一般在密眼当中也是除了我们常人所了解的以外的东西呢，也会知道的。比如说，一般世间的一个人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柱子呢是这个常有的这个存在的。但我们学过宗派的人的话呢，就知道是这个柱子呢，刹那都是无常的，就是所以这种见解上呢，我们已经这个超越了就一般的世间人了。然后我们一般的这个学过一些这个真正大乘论点的这些人的话呢，对人体的整个结构啊，就是觉得是非常不干净的这种。那么他有这个见解，而世间从来没有学过宗派的人的话呢，他执迷不悟，就是觉得是人生是非常的这个干净啊、可爱啊等等，就这样。所以我们在密眼当中呢，还是每个瑜伽师和每个修行人的智慧的境界不同啊，然后呢，就是所了知的这个范围和所判断的这个事物的真相呢，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你说诸子是常有的和诸子无常的这两个见解当中是哪一个正确呢？当然说是诸子这个无常的观点是正确的。人体认为是干净和人体认为是不干净的这两个见解当中，哪一个是正确呢？当然是这个这个人体认为不干净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正确的，就这种见解正确。那么轮回是快乐，或者是轮回是痛苦的，这两个见解当中是哪一个正确呢？当然轮回是这个认为痛苦的见解是正确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两个见解当中是前面是这个根据他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叫做这个就明眼量啊，就他也觉得是就是真是快乐，就是真是快乐。
但是我们后面呢有另一个见解呢，就是已经压服它，就是这就是所谓的精简量，就是因此门峰仁波切呢，就很多的非常深深的教言当中呢，都讲这个名言量呢，就是一定要分两种，就是如果没有分两种的话呢，你看这些见解呢，就是在这个世俗的一般先量和必量当中呢，我们一般的这个人呢，根本没办法了解的，就所以呢，你这个包括在这个。什么那个光是一个观先生娘呢，就是也不合理的。然后这样的这种见解呢，包括在神意娘当中的话呢，那也不合理的，就是不管像是神意还是世俗什么那个真实神意，就是神意娘当中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呢，就是当然就是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是这个传承上师们对我们留下来的这些珍宝的这个教言呢，就非常的这个殊胜。只不过有些人呢，就是不一定动，就是他的这个深深。你如果动到了这个意义的话呢，那真的是这个价值良辰的如意宝啊，就是非常的这个珍贵。但是你没有动到那个道理，就是光是字面上票的话呢，恐怕是也不合理的。就像我们学这个电子这个专业的话呢，你不懂原理的话呢，就是过2天就是稍微一个这个仪器变了，或者是一些它屏幕变了的话呢，就什么都不懂了，就不懂原理了。如果懂原理的话呢，不管是它怎么样操作呢，就是它的真正的道理已经动了。道理动的话呢，那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它可以这个用得上。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佛教，尤其是中观和移民呢，还是需要有一种这个专业，就是你真正是动到精简量和一些名言量或者神意量和世俗量这些道理的话呢，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对任何一个事物的判断呢，都不会这个错的。你应该有以自己的见解来可以设置的时候，就是不管你到这个美国去，还是到加拿大去，就是以他们的这个文化这个相融合的时候呢，就是跟他们的这个观点跟我的这个佛学观点相比较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很多的这个错误的观点呢，你就可以指出来，让自己的这个见解呢，在不同的这个文化领域当中呢，就是也可以这个建立起来，就是这是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特点呢。所以，就这是这个讲的什么呢？就是这个精简量的因。那么精简量的作用是什么呢？对这个观先生量啊，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对境呢，就是完全这个遣除所有的这个坏意啊，就是我们眼耳鼻舌是根本就是看不见的。现在很多科学家呢，就觉得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呢，就真实存在。就是美国呢，就是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就是寄居这个魔鬼的地方，就是很多人都特别害怕，就是有些人是先年见的，很多科学家拿着照相机去的时候呢，根本看不见。但是真的就是这种医学界的人士也好，心理学界的人士，就是那些人士的话呢，就是他们觉得是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怪怪的东西，就是但眼睛看不见，就是然后他怎么样推理的话呢，就是推不出来，就照相机也不管用，然后他的很多这个测试的这种仪器呢也不管用。但为什么呢？就他们就是没有这个这种这个精简量，有了精简量的话呢，这些事情呢就是很容易易如反掌。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它精简量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平凡人看不见的很多东西，听不到的很多东西呢，从另一个就这种智慧来就是抉择它，就是这就是精简量。因此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尤其是你要研究任何一个这个学说的话呢，如果没有这个精简量的道理知道的话呢，可能很多都是就是最后呢只打一个问号，就这是一个奥秘，就这是一个秘，就是什么这是这个就是无法人所了解的这个秘啊，就是我们看到有些这个杂志有些介绍书的时候呢，看见这些实践人是真是很可怜，就是先去研究，就是但是呢研究的结果呢也是分别你怎么样挖也是挖不出来，就像是你一个木块呢，就是准备把那个石头穿进去的话呢，怎么样也不行的，就是最后呢就是这个木橛呢，就是它自己都就坏了，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分别量呢，就是只有这个局限性的，就是不能，所以就有了这个精简量的这种道理。其实你自己没有精简量，你懂这个道理的话呢，也会就是有解释的方法。那么它的过呢，就是具有这个车之一切所知就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极尽所知过，就是对这个了知一切这个万法的名言当中的真相的一种这个法，就是它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得佛果的时候呢，就是尽所有知的这种智慧呢，也依靠这种方式而这个就是显现的。所以这一点呢，很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呢，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就大家都是应该就是尽量的去
这个分析。当然有个别的道友的话呢，一讲一些这个公案呐，或者是一些这个因果方面的道理、简单的道理的时候呢，就是很有兴趣的。你稍微讲一点深了的话呢，就是开始大瞌睡啊，就是很多人都没有这个兴趣。有一个道友的给我讲呢，哎，你整天都是讲一些简单的法，不要讲中观一面，这些太深了，就是太深的这些法呢，就是现在没有人讲啊。就是我看到很多外面的这个光碟啊，很多那个就是很多高僧大的这个讲经说法，它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个去入这个什么，就是删去的，也就是说是对这个暂时的对这个初学者的开始比较多的，就是应该我们这个不仅是要学一些初学者的这些教研，就是更进一步的要学就是非常深深的中观和义民，甚至呢就是密宗的这些教研。那么这些教研的话呢，很多人就真的就是从中呢，就是获得这个就利益是不可思议的啊！就是尤其是有一些智慧的、有信心的这些人的话呢，你整天讲一个因果报应的话呢，就是还是这个不能就是满足他的这个心愿，一定要就是通过这个深深的这些教研呢，就是去这个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自相续的这种这个心态呢，就是一定会是有这个转变的。尤其是现在就是读过一些高等学校的这些人啊，分别呢就是特别多，就是认为自己的智慧是好像在这个实践当中是第一的，但是你遇到了移民和中观的这些理论的时候呢，就最后自己也觉得是啊，就是比我上面还有一层天空啊，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呢，就是自己的这种智慧呢跟不上，就是所以我像我们很多的道友呢，就是对这些关于这个深深的教研方面呢，还是要值得重视，就是。那么下面讲这个神姨娘啊，神姨娘呢就是神姨月而众相是正是理，郎娘观神姨比娘也成二，就是那么这个神姨娘呢，就是有两种的，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平时在这个实践的很多人也可以让觉在的这个柱子是就是不存在的这个空性的，就是所谓的空性也是它摧毁完了以后呢就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法呢就是是没有的，就是也就是说是单空吧，就是否定这个一面的。像这类式的道理呢，就是叫做是相似圣意，也叫做这个水同圣意。就是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讲呢，就这也是还是很必要的。因为刚开始呢，我们无始以来的很多众生呢，就认为整个实践当中的一切现象呢存在的，让我们通过这个纵观的这些推理方法来就是抉择这些法呢，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一个一个剖析的时候，最后呢就是没有的。就像就是我的话呢，人人都认为是我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呢就是通过剖析以后，我呢就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这样的这个境界呢，一般小乘也认为是这是我，就是真我了，多了不起啊，我不存在啊，瓶子不存在啊，等等等，就是这样认为是这个很好的。其实这样呢，就是光是我不存在的这个层面呢，就是叫做是单空，也叫做呢，就是叫做这个相是圣意。但是这样的这个相是圣意呢，比我们的这个实践的一些万事万物存在的这种见解相比较起来呢，这种这个见解是非常殊胜的，要摧毁无始以来的我的这个我执和存在的实质就是存在的实质。所以就这叫做这个相是圣意。还有一种这个圣意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最这个真实的这个圣意。那么这真实的圣意呢，就像我们中观根本慧论里面所觉得一样的，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的法呢，就是全部是你四边八系，就是一点细略的是没有的，有也不是，无也不是，二者也不是，非二者也不是。一切法呢，就是远离所有的语言分别妄想执着对境，就是什么都就是不存在，也并不是不存在。所以我们的凡夫人来讲呢，就是只有用不可思议的这种四个字来这个表示，就除此之外呢，没办法，就是就像盲人这个什么这个悬索大象的这个形状一样的，就是没办法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境界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真实圣意就真实圣意。那么正因为就是事物的这个本体上呢有真实圣意，什么这个相是圣意和真实圣意的缘故呢，衡量它的智慧呢，也具有这个相是圣意量和然后那个真实圣意量，就是必须要就是具足这两种量。这两种量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必要就是非常的必要。就是如果这两种量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法呢，就是也是不能就是了知的。就是在这个中观当中呢，也是说是这个切合圣意的缘故呢，就是什么这个驰骋呢，就是为这个圣意就是驰骋为圣意。
这个是讲的是那个这个相识生意啊，就相识生意，真实生意中什么比例一切细论具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真实生意，就是真实生意。真实生意呢就是原理就是这些一切的这种这个细论啊，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细论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原理了，就是所以呢就是这是这个真实生意。那么真实生意和相识生意呢一定要这样这个分开，如果没有分开的话，那想动到真正的这个意义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中观藏论当中也是说了，于此若无有真实世俗体，于上生意落，知者非因力吧。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相识生意啊，就是没有这个相识生意的话呢，你想到这个真实生意啊，就不可能。就是相识生意的这个路体呢，就是一定要具足。相识生意的这个单空的路体如果没有的话呢，你想到这个真实生意的这个高路的话，那就是根本没办法。对于智者来讲呢，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中观当中为什么是先觉得这个单空，然后呢就是觉得这个真实的这个生意的就原理四变八系的这个空性的原因呢，就在这里。因此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这个生意体呢就是要分两种，这也是门峰仁波切的很多的这个窍诀书里面呢是这样这个分析的。那么下面就是讲的这个摄意啊，以前而入合，犹如幻木语，真量明目尽，显量尽等义。啊，先见是吧？对，先见尽等义。就以前而入合，那么上面所讲到的这个明眼量，还有那个这个。生意量啊，就明眼量当中呢，就是分那个观现实量和境界量。生意量呢分这个相识生意和真实生意。那么这四种量啊，就这四种量呢，就是依靠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让我们这个证悟呢？当然是这个依靠浅浅的因，而这个产生后面的这个果，就像《经庄严论》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依浅浅而生后，就是依靠这个浅浅的这种因缘呢，就是可以这个产生后面的。那么这个呢，就像是实践当中的有了这个患这个眼翳的人呢，就是他通过这个吃药啊，通过一些治疗啊，就是最后呢，就是逐渐就是清净，逐渐就是自己的这个病就是病已经那个就消失之后呢，让照见就外面的这个设法，就是外面呢就是看的这个越来越这个清洁。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呢就是作为这个初学者呢，就是应该这个基本的这个显量、比量，就是应该搞清楚。如果这个搞清楚以后呢，通过这个身教量呢，就是对这个境界量应该升起定阶。然而这个境界量和什么那个观现实量呢，就是完全已经明白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生意量当中，先对这个单空呢，就是有着这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原理一切细论的中观的究竟意义呢，就产生这个信息。最后呢，就是自相续也是真正是这个融入诸佛菩萨的这种智慧的境界啊，就是无有这个差别，就是到了这样的境界。当然，这种这个层次呢，并不是我们这个想象的那么样快，就是实际上呢，就像我们实践的一个这个先读幼儿园，然后小学，然后这个高中啊、大专啊，这样一层一层的这个上去。你到了这个大学的时候呢，就是一觉得是原来我读这个幼儿园的，其实这种幼儿园的学问呢，对我现在来讲呢，还是不可缺少的。就如果没有的话呢，恐怕基础大的不一定稳固。但是对现在来讲呢，就幼儿园的这些这个知识呢，就是对我来讲已经包括在我的这个大学的智慧当中。同样的道理，我们先量见到的或者说必量见到的，以及这个相识生应和一些境界量的这些境界呢，就是到了就是最高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就全部都包括在他的这个智慧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就像这个治好了就我们的这个眼病一样的，就是那么对这个世间的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真相呢，也这个照见的这个角度呢，就是不相同的。有一种这个照见呢，就是说对这个依靠明眼量来这个照见，就是世间一切七情世间呢，就是变成为这个大清净啊，就是没有任何这个杂染的这种大清净啊，就是大清净。然后依靠这个生意量呢，让这个照见。就是一切万事万物呢，就是大平等
啊，就是你们学过那个门盆仁波切的大皇王的话，那就是里面都是有这个金当，就是就。亲近和就是平等，就是这两个见解是非常的重要。就是那么这个关于这个情境方面的这些教言呢，就是中的密宗的教言里面呢讲的比较清楚，尤其是在大皇王里面，就是一切这个外境怎么样亲近，幽境怎么样亲近呢？就是亲近的这些教言，就是讲的非常的就是殊胜。就是在显宗里面来讲呢，像宝性论啊，就是这个占法界论啊，以及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大乘的其他的一些论点里面呢，就是关于这方面就是宣讲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亲近部分呢，也讲的就是比较这个多的。然后关于这个平等，就是平等的话呢，就是圆宁四边八邪的大空性，就是那这样的这个空性呢，关于在密宗当中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般若啊，就是这个就是般若经当中也讲，然后这个中观根本慧论以及中观六论里面也讲的比较这个多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显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二转法论和第三转法论呢，就是结合起来的话呢，实际上呢，第三转法论主要所讲到的这个经见量所认识的对境，然后第二转法论呢，就是所讲到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深意量，就是所了解的、所了解的这个对境。这一点我们学过中观转论的人呢，大家有是应该这个清楚的。结义会见的这个做结义会见注释的作者呢，就是他也说了，就是关于这些问题的话呢，依靠这个上师的恩德，本来呢就是他有能力，就是在可以这个继续分析，但是呢因为这个关于经见量的这个对境呢，就是属于密宗部分，就是在这里也不太方便，就是没有这个光说。而这个关于后者，也就是说是关于这个空性方面的道理的话呢，就是如果在这个本论当中讲的话呢，就是害怕这个文字太多了，就是因为中观路论全部拿到这里来讲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讲半天也讲不完的，就是所以他没有讲。但意思呢，让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是最好是门盆仁波切的这个就是大皇王这个光明藏论，就是中说光明藏论当中呢，就是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就是所以说呢。以后如果有机会呢，就是我想我们就是讲了这个中说光明藏论呢，就是对大家，尤其是对密宗这个的这个术士呢，就是密宗这个金见量呢，就是怎么样这个认识？当然，这个金见量呢，我们在这次呢，就是只不过是提了一下，在显宗的论点当中是应该算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依靠密宗大皇王的一些这个见解来这个抉择的时候呢，那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都会觉得是就是真的是在密眼当中呢，就是一切都是大清净的，没有一个不清净的。就是这种现象呢，就是这道理呢，就是会明白的。就是意思呢，以后我们这个关于这方面呢。这个应该会这个有机会吧，就是有机会学，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关于这个空性方面的道理呢，在座的各位就是学过中观根本慧论、中观这个四百论，还有这个如中论、中观庄严论等等，就是这些，还有现在正在学这个中观宝鬘论啊。那这样的话，基本上以前70空性论、60真理论呢等等，就这些都学过，就是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道友的话呢，应该在中观的这个见解方面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如果你这么多的这个论点以及学了还不懂中观的话呢，那就是不合理的。就是我相信呢，就是你们在座的各位啊，就是都是应该是这个不受中观证悟者呢，就是对中观呢，就是一定会是有了解或体悟者，就是一定会是有的。那么对这个经见量方面呢，就是以前可能学的不多，就是有些老场主呢，就是在这个大概是10多年前呢，就是我们也讲过，就是关于大皇王的一些就是道理啊，就是尤其是这个光明藏论，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人的我自己感觉也是很多人对这个关于经见量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已经明白了。但是现在隔了那么多的这个年了，很多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已经远逐高飞呢，有些呢就是离开这个人世呢，就是各种这个情况，就是所以呢，就是现在应该就是具有智慧的这一批人的话呢，我也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关于这个密宗的，尤其是一些大皇王和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密藏方面的教言，就是传输呢，应该是对大家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啊。就这一点呢，就是我自己也是这个有信心的，但是看这个我们以后因缘具足的时候吧。总而言之，大家一定要就是知道是这个这些量呢，就是应该层层向上的。